單，就會教大家點解超市雖然唔買得食品嘅，但都可以輕鬆咁買到啲無害而且適合大家供給嘅電解質食品，大家就唔使驚出到街唔知飲咩垃圾啦。我最後都會講多少少咧同古代有關嘅生準。廣告時間，下次再試試補水大飲，再口掛掛飲清水，就歡迎選購我哋全新推出嘅台灣高級市場。入面就有台灣廣告。應該明白跨境，啱冇？佢呢個人係香港人嚟喎。就佢頭先話你養嗰隻台灣嗰間咩？台灣店嚟Divine. 包裝上就指引㗎啦，咁就網址咧喺資訊欄，或者可以對畫面上面呢個 QR code 傳購。咁影片就喺呢度，最多你不妨喺呢度就俾啲我哋支持我係講嗰陣時直接咁啊！開始啦，非常歡迎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你做嗰種嘢，先唔使你做啫，對啊。有啲人講咧，